今年12月期間，大莊家賭場度假村將會推出百萬現金同 EasyPlay 佳節豪送大禮抽獎活動，讓賓客贏取現金同 EasyPlay 獎賞。參與方式十分簡單，自12月1號起，持有大莊家會員卡嘅賓客只需玩自己最喜愛嘅角子老虎機或者賭台遊戲，即可喺遊玩嘅同時累積抽獎機會。玩得越多，抽獎機會就越多。此外，12月每逢星期一同星期五係翻倍積分日。根據唔同會籍級別，賓客可以更快累積抽獎機會。已獲得抽獎資格嘅賓客，需於12月每個星期六親臨大莊家賭場度假村激活抽獎機會，並留待至揭曉時刻。每逢星期六下晝4點至夜晚9點30分期間，賓客將會員卡插入角子老虎機或者用於賭台遊戲，即可完成激活。抽獎將會喺下晝5點至夜晚10點，每小時開獎一次。下晝5點至晚上9點期間，幸運得主有機會分享總值25,000美元嘅 EasyPlay 獎賞。晚上10點則將隨機抽取3位超級幸運兒嚟挑選一份神秘大禮，其中包含2份25,000美元 EasyPlay 獎賞同埋1份10萬美元現金大獎。12月27號星期六將舉行壓軸抽獎，獎金進一步提升。當日下晝5點至晚上9點，已激活資格嘅賓客有機會贏取總值75,000美元嘅 EasyPlay 獎賞。夜晚10點將抽取5位幸運兒，每人可選擇一個神秘禮盒，其中3個人將會獲得10萬美元現金，另外2人將會贏得5萬美元 EasyPlay 獎賞。尚未成為會員嘅賓客可攜帶有效身份證件，前往大莊家賭場度假村會員服務台辦理註冊。大莊家仲為南加州16間賭場同拉斯維加斯威尼斯人酒店嘅會員提供會籍級別配對服務。更多詳情可查閱官方網站 pachanga.com/join。天下衛視編輯報道。